迪咁入咗網嘅。咁啊，全隊波都埋到嚟咧，就即係陳維聰話齋咧，聚集埋一齊。咁啊，西維爾其實咧就喺06年嘅8月25號咧，曾經咧喺呢個歐洲超級杯咧對過呢個巴塞，當時贏3-0。列納圖咧咁亦都係有入球嘅球員，見到呢個波原來係迪達啊擋到。咁但係由於就中到啦，困咗啲腳罅咁樣啦，咁佢又跌緊落地下啦，所以根本回唔到身就救翻㗎。咁啊成為1-0。咁呢個入球咧都絕對啦，就係送俾好值得尊敬嘅佩亞達啦。咁啊，首先開紀錄咧就係呢個西維爾嚇。咁時間方面咧應該係14分鐘。咁啊由呢巴西球員嘅呢個咧就係列納圖咧頂入嘅。咁其實都喺較早前咧介紹過啦。咁喺啱佢哋攞到最新鮮滾熱辣嘅一項嘅冠軍裏邊咧，就係西班牙超級杯。咁佢哋2回合咧係以6-3擊敗皇家馬德里嘅。咁啊主場咧贏1-0啊，客場贏5-3。咁贏5-3嗰場波裏邊咧，列納圖亦都係有前邊嗰2個入球係由佢入嘅。咁啊，剛才講到嘅西維爾嗰邊啦，咁佢哋贏巴塞贏得係相當之徹底啦。喺上一季嘅歐洲超級杯裏邊，咁入球嘅球員除咗列納圖之外，仲有簡奴迪啦，同埋呢個曾經踢過祖雲達斯嘅馬利斯卡嘅。咁而嗰場波其實嘅正選陣容咧，同今日呢一場咧都幾多人咧一樣，譬如簡奴迪啦、劉華斯啦、列納圖啦、保爾神啦，咁仲有譬如話艾華斯啦、帕洛布啦，咁都係在陣嘅。咁而譬如話馬迪咧就後備入替嘅，佩亞達嗰場波其實都有踢嘅，最尾嗰10分鐘度啊。咁而講到咧就係呢個簡奴迪啦，佢哋真係逢大賽咧入波嘅，即係啲重要嘅決賽咧入波嘅。咁啊包括咧對米堡嗰場嘅賽事咧，即係嗰場前季嘅聯盟杯決賽咧，佢有入波啦。而上季嘅聯盟杯決賽咧，去到加時到阿斯賓奴城咧，佢亦都有一個入球嘅。咁此外咧，就喺西班牙國王杯咧，成場唯一嘅入球對加泰亦都係佢入嘅。不過去到90分鐘嘅時候咧，個紅牌離場。